当来看国内婚姻的警方，昨是去到岛南的一间人家厝，要抓一个洗菜通缉犯。没想到讲，这个嫌犯煞甲家己关伫咧厝内，开假事要反抗，警方是紧叫消防队来支援。就到最后，这个嫌犯是家己逃走出来，避伫咧田边的水沟啊，互警方抓到。 消防车赶紧去到现场报水线，林家厝外口已经有警察来戒备。在2月27暗后5点外，婚林岛南公天路一搭面体，互警察围调咧。厝内底现出来嫌犯是开假树抵抗。先行破门，要降低火花发生之后进入，将瓦斯关闭。那目前测得的瓦斯浓度都已经降低了。 警察接到线报，41岁生出来通缉犯登厝，随发动围捕。嫌犯甲家己锁伫咧厝内，警察举布头甲兵牌弄门了后，竟然闻到假水味，赶紧摕登去到外口，并且通报消防局到支援。刷了跳江楼一搭通道，因嫌犯走出来。这个嫌犯甲警察下尾半点钟，伊撞去附近一搭暗沟，看到警察围过来，真正无步啊，干那会当乖乖啊去互人抓。布留一条通道。 让蔡显逃出，以诱捕方式，然后小有大意，瓮中捉鳖，顺利逮捕犯嫌。消防员嘛随入去厝内关假树，避免有危险。警察讲为着要抓人，拢总出动7个警察，消防局嘛有6个消防员到支援。到在警消甲嫌犯拢无着伤，也这个嫌犯新派窃盗、毒品3条通缉罪名，即马交警察抓登去归案。记者云林报道。